路加福音6:41節，按用人講到，你耶穌基督講嘅喂，但係你看呀兄弟姊妹嘅小小嘅俏皮，才叫木豬嘅นะ但係你嘅木豬要太俏皮，嘅啲你冇看到，咪意思呢？意思你但係看呀兄弟姊妹嘅小小嘅錯，你都前盲講嘅，但係這個當下嘅錯，你唔記得啦？因為到咩呢？這個人類世界裏，攏種人都冇相對，攏種人都是做錯，但係這個人類係樣嘛，人嘅錯是個前盲講，自家嘅錯是個唔對，一朝係講啊，你兄弟姊妹嘅熱啲俏皮係木豬嘅，你看到路加福音6:42樣講到。人班人你為講呀兄弟姊妹搣出一個俏皮啦，但係你家嘅木豬料太俏皮，你冇使搣出嚟。佢講使搣出嚟一個太俏皮，你正有看得見呀兄弟姊妹嘅細俏皮，意思咪即家嘅錯處，即家身體，即家人唔會講出這個兄弟姊妹嘅錯，因為咩呢？這個人類大成錯，那所以呢兄弟姊妹們，這個就係人這個要相識相愛，錯這個唔錯，這個係相信原諒，冇一啲錯，對這個就發到人人變出有道題嘅錯出嚟，也就係上帝唔合意，人類呢都係相信原諒，相信寫，相信祝福。也就係上帝愛嘅祝福大家，阿們。